美經協聖公會新下落成，剪彩儀式現在開始。美經協聖公會新下落成，盤石永固，基業繁開。一、二、三。美經協聖公會新下落成揭幕典禮秩序開始。多謝晒所有我哋嘅盟友啦，同埋各位貴賓嘅光臨。多謝你哋，咁希望我哋咧萬而永固，我哋以後咧互相即係通力合作，同埋咧仲有咧喺我哋美經嘅兄弟呢邊咧，大家又為阿公咧盡心盡力㗎，咁我哋都感到真係非常之安慰同埋好開心嘅。希望各位弟兄弟咧、個姊妹各位努力繼續為我哋阿公發揚光大。多謝大家嘅親臨參加觀禮到賀，場面隆重，物色生輝，嘉賓雲集，本人抱着高興彩烈嘅心情，喺個課下謹代表美洲協聖公會同仁對大家表示衷心嘅感謝。